去追他！回来！看剑！好，孩子别怕，到我这儿来，没人敢动你一根头发的。看剑！笑什么？给我闭嘴！诺门图，你这奴才，你知道他做了些什么？我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我不能看着你和你的族人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。如果你再不滚回营地，我让你后悔莫及。好，诺门图，你给我等着！纳森兄弟，阿爸，你想干什么？夫人，对不起，夫人，求您饶恕我的罪过。我说着不属于自己的话，灵魂时刻都受着拷打和煎熬。阿爸，阿爸，纳森，你要干什么？孩子，你要原谅阿爸。阿爸，你额济死得早，阿爸为了拉扯你和妹妹宗亲，吃了多少苦。我只求过个太平日子，让你们平安长大。现在我知道你找到了一个好归宿，阿爸一切都放心了。杨姐，跟着你的心上人走吧，忘了你这可怜的阿爸。阿爸，你说清楚，你要干什么？尊贵的夫人，我知罪，我把一切都留下来给您了，我只求放了我的女儿。我帮不了你，难道你不怕上帝惩罚你吗？我怕，我什么都怕，所以我将受到。阿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啊？阿爸，阿爸，瞧，阿爸，我说，纳森，你要不要拿出你的十字架向上帝忏悔？夫人，我不能，我已经把它吞到肚子里去了。什么？兄弟呀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真是不明白，信奉东正教有什么不好？女皇陛下已经允许我们蒙古人在这里安家，为什么就一定要一辈子四处游牧，安居下来大约有什么不好？为什么你执意要这样？哦，阿爸，阿爸！这个善良的懦弱的牧人，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宁，不惜自己内心受苦，想用精神上归顺俄罗斯的方法来凝视西人，但这却为族人不解，遭到鄙视。生活里的种种磨难，
一点没有减少，加上还有良心的煎熬，纳森再也无力忍受，最终做出了吞十字架自尽的决绝行为。击鼓，冲锋！